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这2礼拜话题有一个艺人有联动片，但是却是取得了缓刑，是安怎的缓刑？大家来讨论。那么有人爱看这个爱情动作片，那偏偏有人爱看欺负未成年。 是什么心态？且不论咱的公权力是安怎防治，是未严前。咱今日好好来讨论法律面。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真理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吳景清，大家好。第二位時代力量董主席。 王婉如，大家好，主持人好。第3位，心肝病院精神科医师陈俊光，大家好。第4位，妇女心知基金会董事陈文伟，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这个艺人黄子佼，伊涉嫌性侵未成年，检方调查的时候发现，伊根本就是非法色情网站的会员，而且是 VVIP。那么真买真侪性白色的这个影片，引发了社会愤慨。那么调查立委建议修法加重刑责，卫福部来表示讲，去年就修法。那么手头若有二效的性影像，那么行政法改做刑事法，未来。 买暗算讲要来加重处罚。第一日检方伫个艺人黄子佼个人的硬碟内底，发现有藏上百个本案影片的档案，其中有7个影片，还佫涉及偷袭未成年，引起社会议论。几个民进党立委甲妇女救援基金会共同召开记者会表示，除了制作者、买的人甲持有者的非法性影像的，拢是加害者，应该修法加重罚则。目前到底谁管网络？今天为什么黄子佼会持有？ 这个论坛已经在台湾经营10年了。那在111年的时候，曾经被断网3个月，可是又是死灰复燃。这样的影像被购买跟曝光的时候，影响他非常大哈，有可能是影响身心的状况，有急性压力。就学部分，学校的人只要知道同学网络就公审他哈。事实上，去年政府才征收性暴力防治司法。 其中，伫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内底第39条的规范，无正当理由持有时效性影像，上重会当判1年的有期徒刑、拘役、歇考或者是并科3万块以上30万以下的罚金。不过，调查立委拢认为讲，应该提高相关的刑责。7部是未成年性影像，这样子只被判缓起诉2年，罚120万。 以及1200字悔过书哦，那以对方的财力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根本完全没有吓阻作用。我看1支、看2支、看3支、看10支，它的记韵都差不多，好，危害性都没有很大，所以法院在量刑上面显然是让这些购买的人也认为自己不会付出太高的代价。 针对社会各界少年说话声，希望政府会当修订时效性剥削防治条例，加重罚则。针对这点，卫福部表示，去年已经修法，甲持有时效性影像的罚则由行政法改做是刑事法，卖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来做刑度修法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新闻吼，当然社会真愤慨啊！伊过去的董事啊，纷纷跳出来，但是他都其实。 我有向咱的来宾来说明过，咱并不是要针对着个案，主要是要来想讲，咱以后这款代志不再发生。你来看吼，这个案件，伊头一位受害者爆料讲，伊17岁的时阵遭受到黄子佼本人强加针，在拍这个烫衫烫裤的这个影片这个相片。 而且有真侪受害者来求助，然后检方启动了调查，以强制威胁这个罪嫌来侦办。但是讲什么呢？讲无客观的事情，无公布、无协拍的这个手段，
这小弟咪请教老师吼，而且被害人撤回告诉，以不起诉来处分。好，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伊的随身碟内面哦，讲有900部的爱情动作片，内面有7部是未成年的少女。而且呢，检方哦，这上大家袂当理解的讲，冤起诉啦，缴库120万啦，这1200字悔过书啦。老师，这到底这有相当的有这个法则？咱咧讲个比例原则，到底有符合无？你认为咧？咱先分2部分吼。第一部分是强制猥亵这部分，这部分是足严重的。这部分呢，因为这案件去年是 Me Too 的时阵开始有这个被害人甲勇于出来讲举发这个性侵还是性骚扰的这个人不过这就是伫个性侵案件内面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一般来讲被性侵的那个尤其是女性伊会伫个第一时间去警察局去医院无？袂啦，因为伊会惊慌，伊会惊所以讲伊转去了一定是开始安怎洗身躯洗身躯就会甲咱讲的迄身体甲证据拢洗掉洗掉你这是一个黄金时机的问题呢，因为咱精液这才无有医生啦，这精液残留伫个阴道可能看加2天可能就无去你何况叫佫冲洗，所以讲伫个这个情况下，你若去你看办几天了，你去报警老实讲就无证据啦，警察讲这种可能会足久的，足久的情况你就无所谓的基证trans evidence 这基证精液也是去有这抵抗的时阵成为人家伤害者，可能拢无无的情况之下，敢若靠伊家己的陈述嘛，对不对？即马这就是一个困难，就是讲为什么检察官讲查无事证？而且无客观事实，因为你靠你家己讲嘛，对不对？你家己讲即马就一个问题咱伫个性侵害防治法，去年嘛有修正嘛就是讲即马性侵害被害人为着要防止他2次伤害伊后摆若讲这个起诉了，伊会使用警察局的笔录代替伊出庭，伊免出庭就对这咱会使理解，这个设计是对的。不过伫个几年前有一个大法官44789号，这有解释啦，这有解释我是一直感觉讲伊安尼解释是看起来是无啥问题啦，不过都问题都足大。伊安怎解释就讲，你伫个警察局爱拒绝无？警察局无拒绝的问题咱证人爱伫个检察官甲法院有拒绝有伪证罪的问题讲伫即号的解释就讲因为你伫个警察局面前讲的无拒绝，所以讲无伪证罪做担保无拒绝。过来就是讲，因为你无出庭你被告你有诘问权伊就无好就诘问那安尼因为判伊有罪，伊甲这个解释就讲这可能有违反正当程序。所以讲，这有解释，这麻烦，这就难，这就我常常讲我伫咧上课常常讲刑事司法啦常常拢爱伫个犯罪控制甲人权保障这边权衡，这好解释就是咧做这个权衡，权衡了，伊是讲原则上嘛是尽量莫让伊出庭啦，不过你爱考虑到伊的诘问权所以讲若真正讲这个被害人真正无得出庭的情况之下，咱这个解释就讲爱讲去做一个心理鉴定。哇，这就愈麻烦所以讲才变成讲，即摆性侵案件一定要有出庭好，要有出庭就麻烦伊就爱面临这就麻烦伊本来是被害人会当用录影的来问，好，一问一答。会使即摆咱性侵害防治法就有规定嘛，就是讲咱用遮蔽变身，不过咱是讲遮蔽变身伊爱出庭无？嘛是爱因为即摆法院伫个性侵案件的审判迄是不公开，被害人伊若出庭的时阵，伊有一个伊为甲法官迄个方向的门敢若去刑务监不过你想咧，伊嘛是爱出庭伊是爱面对，共款你这变身都共款所以讲这就是一个两难，所以种变成讲这个检察官讲什么无客观事实讲就是这敢若靠你讲嘛，这是这部分都不起诉这就无法度。过来就是另外一部分伊持有迄个儿少的迄个性影像这个部分因为去年修法的时阵本来是安怎你知哦？本来是讲你若持有迄未成年的性影像原来第一开去查到无成刑法
啊，无刑罚咯，行政法行政法然后3万到10万俩，啊，你加就是讲0点钟到20点钟的什么心理辅导教育，安尼就啊，第二届你可涨掉，有刑罚。啊，伊是旧年哦，感觉讲哦，安尼生气啦，所以讲旧年吼，甲提升啦，讲好，你若是影像的部分，哦，你若是图片啊，还是毋是影像的，你嘛是我照原来我头拄讲安尼，啊，若是影像的话，就是1年以下，吼，啊，1年以下吼，老实讲吼，足气呢，我做一个比较啦吼，咱感觉讲吼，像这诽谤有无？诽谤啦吼，加重诽谤伊2年以下，这个比迄较轻，你讲大部分吼，咱台湾吼。公然有也是诽谤吼，迄大部分检察官拢袂起诉的啦，迄拢缓起诉啦。也可罚金啦。唔啊，这什么叫做缓起诉？这唔是缓刑哦，哦，一直无起诉嘛，这是检察官的权利哦。检察官你开始有做这样代志，连书类顶头都未记载哦。基本上那缓起诉期间过，你拢无代志，无证据啊，都无啊，嘿，无对。你是讲哎呀对伊真好，这无都因为咱就是讲。伫个2005年的时阵，吼，咱有日本啊，讲咱的刑事政策爱安怎宽严并进啊，严的爱甲弄关甲死啦，较轻的吼，咱就咱卖有去加内面啦，所以讲就有这个1年以下一定是缓起诉的嘛，哦，缓起诉，即马这个缓起诉咱看起吼，比前吼第一个悔过书吼，这都。不痛不痒啊！这看笑脸第一真是老了啊！这我看大概看到法条讲悔过书，我就感觉讲是小学生用 AI 来写。对啊，你讲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好个讲交付这个公库120万哈，这开始大家有意见啦。对，我咱就讲哦，你这好个你甲开120万，你都要结婚？对啊，不痛不痒啊！你过去年薪。可能9000万啊！你安尼120万，大起就起来遮啦。所以讲我感觉讲吼，检察官伫咧这点吼，可能伊可能开始有一点无符合这个比例原则。搁有一点我上重要啦，就是讲吼，你缓起诉期间吼，老实讲吼，咱个附带履行事项，检察官叫伊去做这样代志，都有做这代志。那其中吼有一项就是讲吼，你要去安怎，可以去自费，我要求你去自费去做心理辅导或心理咨商或治疗。是。我感觉北检这届吼，可能吼，伊上大的问题吼，可能是无强制伊去自费去做心理咨商跟辅导，吼虽然讲咱来说新闻人讲，咱做嘛无一定有效啊，毋过吼，你跟咱讲的啦，无做无一定有效，有做无一定有效啦，无做一定无效的嘛，吼你至少爱有一个，只有这个就唔去反省嘛，对不对？你我讲写悔过书意义无大嘛，我感觉两种叫去心理辅导，稍微会比较有一点作用啊。今仔日吼。卫福部部长啦，伊就讲啊啦，伊讲目前2种作业的定数啦，种透过行政处分啊落价；第2种啊，这网站个落价；第2种啊是经过检察官调查，若案件有涉及的刑事，会当扣押落来作为证据。但是这个招税员啊，伊认为讲吼，这2种途径的速度拢伤慢啦。应该未来的修法来针对着境外的这个网站涉及到疑效色情授权，马上封网啦吼。但是吼，这个修法我来先请教着王委员吼。去年的修法的时阵吼，是安怎大家落手无法动啊呢？其实去年的修法，迄阵也是针对这 Me Too 的代志，但是阮迄阵就知影这个代志，因为这是阮是告发人嘛。阮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感觉最严重的，所以阮是希望讲会使当这来修法来处理这款代志。所以进前其实是有拍摄的人在有刑责，但是有影片的人无代志，吼，安尼其实是真无够的。所以阮看到这款代志之后，我感觉讲，其实对未成年的小孩来说，你若光是哪有这个影片，其实都违反了他的权益了，应用到也可能就等了一个时间，所以当在迄个修法的时阵，我就当在把这个性私密影像的部分要求讲，同时来做处理。你有举手讲，是一定爱当在来做处理。但是有开始处理，但是处理了就轻度诶，是所以起码持有是有诶，持有嘛是有刑事责任的，是有讲缓起诉啦，1年以下的缓起诉。但是迄阵是你有讲啊，但是讲对被害人来讲啊，因上重要的毋是讲判什么活动安尼。当然，我感觉讲安尼应该要判更重的加重刑责。但是另一方面是对被害人来讲，这影片啊个这个相片当时会使无互
更较侪的人看到是更较重要的。所以人下架甲封网，阮是感觉足重要的。但是这部分其实是卫福部本身无这个能力会使处理。所以迄阵是无跨部会去到有要求， 2月时阵，伫迄个儿少的性剥削防治条内面是有规定的啦。内面有写，但是无讲爱处理到偌细致。伊迄是差一条尔啦，伊迄分2条路啦。粗啊写呢。就是讲针对业者啦，迄个平台啦。哦，平台你若感觉讲吼，你有涉及到这个违反这个条例的，你会使先甲下架。无啊，人部长就讲啊，目前即摆就办呢。主要进前其实，这修法可能是就因卫福部提的，伊家己讲唔知。其实这个网站伊伫进前是有被封网的，有下架，但是呢，数位犯罪就是安尼，伊个是变化足紧的，换一个所在，换一个所在，糟掉，做糟掉。无啥好啦。是，所以刚才封网还是下架，其实是有。部分的影响，但是没办法治本，所以阮迄阵就感觉讲，个我这金流的问题应该要当着来做处理，因为因要来趁钱嘛，那卖互伊趁钱，伊自然就会消失。所以这两个要当着来做，但是当初刚才处理到这个下架到封网的部分，罚金的部分我嘛感觉讲爱提悬啦，因为应该有上起码的一个比例，爱个消死安尼啊。进前阮是感觉讲应该要依照情节的程度来做不同的比例的限制和处罚，但是那时候只有针对持有的部分有一个低度的要求呢。好，这我想应该大家经过这摆了，会更较有经验来想讲这摆来处理啊。但是吼，这项代志阮昨仔吼，甲团队有咧讨论的时阵哦，我要先请教陈医师啊，我就讲吼，这个物件吼，敢若人类上古早盘古开天就开始的这种物件，你要完全甲剪掉禁绝，应该是无可能。但是有可能的是，咱的法律更较健全，而且会当预防啦。老师，这个陈医师，这种吼，我头下先看吼，咱头下有看这图表啊，顶头写，伊这七部这未成年少女，这当时买。伊是Me Too爆发了1个月，佫继续咧买呢。伊就是一方面当然去用累去用骂，但是伊挡袂牢，伊就是咧买呢。伊这心态是啥物？心理机制是啥物？有真侪讨论啦吼，有诶讲是讲甲脑诶有关系啦，变做生理机制。嘛有人研究讲，发现讲，虐待早期的虐待、早期的经验有关系。伊细汉的时阵，是细汉时阵可能嘛有类似的经验。这种，这是嘛有人安尼讲，这拢有统计。有迄个社会养成的无？社会，比如说家庭嘅养成，还是处理，还是讲这个社会气氛和养成，这种是生理嘛？是。这种是讲啊，伊就无法度，伊生来就是安尼，吼啊有诶无啊，你是文化后天的学校教育，这种诶比例上诶。再来看是有谈讲有阿富汗还是中东有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让那个那变成一种社会的流行，那个可能不见得是特别人恋童癖啊或者。所以这有可能是变做一种。次文化的这个流行是，所以管理是有效果的。管理一定要有效果嘛，吼。是。但是你譬如讲，医师你在这个你的 case 临床当中，你有发现讲，这种人吼，但用警察的这个警方因的话叫做围拍哦，围破叫会破啦 ，profiling。就是讲会去做这款代志的人。不管是翕，还是做，还是看，因这大部分有啥物特质伫呢？我觉得通改是讲，我发现那个可能教育程度低的，智商低的，然后可是这个我们刚讨论的这主角好像不是嘛？是啊。然后身高略矮的，或者是甚至还有统计发现惯用左手的。哦，对，多手摆啊，是啊，讲将袂使讲，就是阮看到讲较
比较矮的，还是讲用左手的就怀疑嘛。是这样，通常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啊。但是就阮看可能看到东西较无自信诶，较无自信。是啊，我则嘛是爱讲过的话啊，是安尼来讲。啊，你讲有拄过讲这种 case 是讲，我就想要改，我就想要，但是我改袂去安尼。真少，但你人拢无想爱改，嘛无来看医生。哦，无啥爱改。是。所以伊家己有即个病耻感无？会使讲无啦。哦，大部分拢无病耻感。是，大部分讲，即马治疗拢效果无好，可能嘛是这原因。因为我有看一个统计数字吼，讲即种乱动癖吼，再犯率啊，47%，也就是讲伊改袂去啊。是啊。你叫用长着啊，伊改袂去。是。啊，这敢若迄个牛皮癣共款呢？即种物件，敢有法度透过咱精神科的即个物理即比如化学的治疗，还是讲精神上的即个分析，甲伊自伤，甲伊安怎？这到底我要讲的是讲，来找恁医生有效无啦？大致效果无好啊，效果无好。按讲是真正一个有爱改的是可能较有效，啊有小可能是有其他的问题，可能是躁郁症的时阵有安尼是有这个趋向。是安尼时阵啊，躁症治疗较好，可能嘛有效。哦，有其他的原因啦，致使着安尼。是。这较有可能改。是头仔讲有人是应该的时阵有受害，呀，本来是被害者，是啊，煞来变做加害者，是安尼人会使讲出来嘛，可能嘛较有救，是，但是他医术人听起来呢，敢若绝情呢，是啊，在地啊效果无好，效果无好，是，安尼我要来请教着咱的董事吼，是，咱妇女新知吼，一直以来拢对着即个两性的平权，吼真注重。是。尤其是种未成年的吼，不管是男女啦吼，咱在社会教育还是性平的教育顶头，咱听医师来讲呀，这个绝症啊，吼，但是嘛有部分是社会养成的啊。恁安怎认为这件代志？是，阮遮其实是真赞成，就是讲我嘛学真济吼，就是讲真爱听医生讲，是讲咱到底来甲看这是一个病人，是先天的，是讲伊的脑，还是伊的心，还是教育。但是像阮的态度，就是感觉讲过去的几年来，台湾其实性平的这个教育愈做愈好啦。阮是有看到一个趋势，是讲较少年的囡仔吼，即马的性平的这种的观念是较好。但是即马的问题是讲，譬如讲，咱上粗像你讲的，这都是上原始的代志。吼，这件代志其实伫咧咱的厝文化内面吼，有真侪款的这个癖好。吼，譬如讲你讲恋童癖，啊无就是咱的讲啥的萝莉控。吼，这背后到底是讲，迄是一个个人的私事。也是讲，这背后嘛是有一种甲性平相关的代志。伫位阮的看法内面，这其实是介严重。即卖法律其实已经介清楚啊，就是儿少的范围内面，这是公众事务，这是公众事务，这是唔对的代志。吼，啊，譬如讲，你若是我讲较含的，昨其实咱来讨论这进前有一个同事嘛，伊就在讲一句话，伊讲。这是伊的私事啦，伊是要，伊想要看啥，迄是伊的代志。迄种哪像讲，我就爱看这种 A 片，伊就爱看迄种 A 片，这是同款的代志。真侪人是赞成这种讲法，阮嘛会当理解为什么安尼讲，但是背后阮上烦恼的是讲，其实咱即马法律想要去保护的是遐的咱英文讲的 minority， 就是讲人，譬如讲咱的囡仔，嘿，咱的较。幼儿啊，咱的囡仔，伊本来就是未来嘛，未来的希望嘛，伊本来就爱受到法律上的保护，所以这两件代志，敢会咱做伙人做伙讲，我感觉这是我是无法度忍受啦吼。阮其实最近几年以来，一直除了这个数位性
教育、数位性暴力以外，其实真侪，阮感觉上核心的问题是身体自主，甲积极同意。什么意思？过去咱的想法内面，定定去讲，上古早的时阵，人拢会讲查某人就是歹势讲，所以伊若讲无爱，其实是讲爱。嘿，真侪查甫人甲即马嘛是原有安尼想，吼。但是后来阮有发现讲，法律嘛有去改。即马变做讲，伊讲无爱，就是无爱。但是阮感觉安尼阁无够。譬如讲，大多教授嘛有讲到，即种代志要去取证，还当初两个人关伫房间，迄拢是私密的状况。你安那去知影讲，伊当初还原讲，伊是有讲无爱，还是无爱，这是困难的。所以咱即马其实外国，譬如讲加拿大。无就是欧洲，介一个国家，即马是加入一个新的概念，是 Only Yes means Yes， 意思就讲，爱我讲可以，你才会使来甲我做遮较亲密的代志，吼。咱即马看像这代志，其实是阮一直在推动。若放伫个即马的代志，你看强制猥亵即件代志，伊本来就是违反迄个 Only Yes means Yes， 而且伫二校的即个性剥合。这个状况，搁拍私密影片，咱拢该知影，这个尤其是严重，因为咱拢知影，因为婴仔，伊可能较无知识，伊嘛毋知影人是歹人，定是安尼。阮所看到的，拢是有一个人，伊就结讲伊是好人吼。譬如讲伫网络熟识，伊就结讲伊是好人，伊就讲我要来甲你做朋友，伊就甲伊分享真济父母无可能甲伊讲的代志嘛，伊就感觉足心机。伊就讲，譬如讲囡仔佫真想要表现伊家己，伊就讲你敢敢做这，敢敢做迄，吼。伊就开始，譬如讲你敢会当翕一个影像互我看，譬如讲你无穿衫，我嘛互你看。你看我嘛有看别人的吼，你敢会用的？即声害啊，伊若是小可无即种戒心，伊毋知影即件代志足严重，伊可能就去互欺负。过来伊又用足侪方法去控制。阮上看到上严重就是讲，伊佫甲你讲，这是咱两个人的秘密，你袂用甲别人讲。吼，这是干那阮两个，阮遮尔酷，阮遮尔高，阮才有可能发生即个，你毋通甲别人讲。囡仔本来囡仔嘛吼，囡仔有诶细汉诶，有诶青少年，因佫更加叛逆，因无可能去甲父母讲即件代志。过来。刷来吼，伊开始相信了，可能就约出来，可能就是开始有真侪要求。而且像即马咱查囡仔，阮所了解，伫个数位上面，大家拢有即个容貌焦虑啦。吼，就像伊，譬如讲，伊是用即种打压的方式，就甲伊讲，你安尼足歹，你安尼唔敢，你即嘛毋是新女性，你拢无裸露，你无好看。安尼，迄查囡仔为着要家己自我证明，伊可能就会去。很日屁讲，所以当初他所说明的吼，就是讲是安怎咱会当特别对着这个艺校来这个领域特别个揪出来讲，就是讲因在人格上，在这个认知上，无一定对着这个成人的世界完全盘的了解，是，那么容易受到成年龄的人，不管是引诱也好，劝说也好，那么咱必须基于这个理由来做特别的处理。是，我是绝对赞成吼。而且即马介恐怖的代志，即嘛是回应到即马的困难。为什么管即件代志遮困难？古早譬如我在做查囡仔的时阵，爸爸妈妈甲我讲，你几点回来，阮就回来，嘛无手机啊，就是学校甲厝里。其实家长该较会当去控制讲你的囡仔今日甲谁做伙啊？但是即摆的世界无共啊，即支手机啊，通甲毋知影倒位去，伊嘛无一定甲你讲。而且父母真关心嘛，真困难。就是讲网络的世界真正是很奇幻。你到底是安怎去控制？好，所以我感觉这又回来，我感觉都是王主席讲的代志，我真赞成。就是讲甲有教授讲的，咱刑法是定伫个迄个人权保障甲即个刑法的效果中去做权衡。其实对咱儿少来讲，上重要的代志是讲我无爱受到伤害，我爱预防。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即马即波去年都有做修法的，咱是有加重他的刑责。但是对我来讲，阮搁较关心的是讲如何去预防啦吼。譬如讲，我来
举例，大都有讲到一个讲啊，春风吹又生，我甲下架，伊今嘛搁起来，下架都起来。啊，但是伫咧外国，譬如讲我来举例，吼，美国因即嘛有一个概念叫做 notice and knock down， 吼，就是讲我只要有感觉有疑似，我注目到，嘿，我注意到，感觉这看起来怪怪，就是咱大人嘛爱做吼，大人嘛爱做。大家有这种知识，爱了解讲 notice and knock down， 啊，以后这个业者，譬如讲。主要不是迄个去拍影片的业者，是迄个上架的业者，迄个平台爱互有一个爱互有一个权限，或者讲爱叫伊有这种责任，就是讲爱立即甲下架。咱当然了解讲，这手法应该就爱放伫内面。其实咱即卖迄个性剥削条例已经有，即卖是落实的问题，就是讲。应该是安尼讲啦，唔敢落实的问题，因为条文伤粗啦。我头头问讲犯罪控制甲人权保障，因为吼，你即马去年修法的时阵吼，伊针对两点啦吼，就是讲第一个就是讲针对迄个平台业者吼，他都要讲迄平台业者，唔是迄色情网站哦，唔是迄种哦，是迄个平台哦，像什么 YouTube 啊，什么之类的吼。伊后伊讲吼，你若有吼涉及到这个儿少这个性影像的吼，你若有怀疑，你要先下架吼。啊，即马这有一个问题哦，我平台吼，大家下架。你想咧，后续也遭受到什么？伊看嘛面临讲下架迄个公司甲告啊，对不对？所以讲吼，伊是毋是虽然讲这个规，因为我讲伤粗啊啦，因为这种粗干吼内面吼无什么程序啦。你若像讲吼，像德国的迄个几年前吼成立的迄个类似平台媒体管制，伊是要求讲吼，这个平台吼，你若感觉讲这个影片啊，什么这个吼，你会使下，有问题，你是使下架，啊，毋过吼，你也有组成一个什么，一个委员会，去审查呢，吼，啊，你审查了，你感觉无问题，才会甲下架呢，吼，伊至少有做甲安尼，啊，毋过咱这个条文吼，啊，都甲安尼尔，啊，你讲这个平台，咱甲下架，这即马维修部了。我唔敢讲，这几个部会咧，踢来踢去啦。迄部会就是讲，这我法律也无。过来第二个，伊去年有规定哦，吼，主管机关嘛会使要求你下架。啊，不过这像是主管，对，即马问题啦，地方主管机关啦。啊，不过即马问题啊，咱即马吼，什么情况之下该让下架？因为这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问题啊。伫台湾哦，碰到这都是敏感神经嘛。哦，你无法律的令状，我叫你下架，我平台敢会插你？委员，这你安怎看？所以确实，就如老师所讲的吼，其实这边下架还是卖下架，其实是真歹取得一个平衡的。比如说对亚教来讲，伊若讲看到这个影片，还是讲这个相片怪怪，伊想要下架，但是事实上伊唔是性私密影像，伊其实会吼这上架的人狗嘛，或是会有纠纷嘛。所以迄阵咱有要求讲，卫福部甲数位发展部，其实应该来开会，甲所有的平台业者来讨论讲，管到什么所在，安怎管才会使符合这样的目的性。但是这敢若还未落实的，看敢若还未开这个会嘛，无讨论出来。这可能涉及到一个吼，这几年咧讨论数位媒体中介法啦。因为数位媒体中介法吼，大家吼，伊摕咧这几年拢咧讨论这，拢无法度去立法，原因就是因为内面伊有规范到这地，啊，毋过就是争议性大嘛，争议性大，所以讲无个。啊，即摆吼，去年这个性剥削这个防治法，敢若规定一条，咱规定吼。规定较足侪条，大家都咧骂，你规定一条，当然嘛，就袂使用嘛。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如何下架这些影片、照片，其实就重要的，但是这绝对需要科技的专业，所以阮是感觉讲应该有一个专责的单位来协助处理，因为真侪我问你，专责的单位应该你认为是倒一个单位？其实拢爱南州会，比如说即卖iWin，其实是一个民间单位，伊无公权力哦。一起来协助而已，所以我感觉是应该是阮的监护内底应该有一个跨部会的单位来处理这部分。委员会安尼可能有机会。譬如讲像 NCC 这种，NCC 或者是特别委员会来做处理。比如讲，也爱处理数位性暴力如何下架，如何处理影片，还有被害人怎么协助。因为这个因呐，其实为什么是阮做告发人？因为迄阵来找阮的这陈情人啊，伊唔敢讲出来，伊唔敢去处理，因为逐摆讲，逐摆就足惊吓的，所以伊真无法度处理。尤其讲真侪这种受害人都是3年、5年、10年以后再讲出来的，所以其实需要给他们很多的心理上的协助。我嘛感觉讲，这其实是我们政府国家也应该来处理的。第三是讲，像安尼
这件代志是讲，伊是靠这个网站来赚钱的哦。你若要看影片，你若要看这相片，伊其实爱付钱的哦。但是阮有法度，除了说从数位方式下架以外，卖互伊赚钱，其实伊都无兴趣去这种无其他赚的无利润，系啊，伊都无想要做啊。所以金流的部分、钱的部分嘛，爱来做管理啊。第三个部分是，第四个部分是想要补充是讲，不只是说小孩的对于数位的使用的习惯要增加，其实阮迄阵咱家属去澄清，这差不多10个人哦，因拢是被偷拍的，这相机是藏在厕所里面，藏在更衣室内底，所以阮感觉这就重要去看，按怎来处理的，都是因为讲，不是说我自己有意识，其实因完全唔知影，我是有拿到很多的影片啊，配合剪掉，去甲这受害人接触中，伊才知影讲啊，原来我有遮侪相片互人偷翕，啊，互人看到，伊才知影即款代志的。所以阮才感觉讲，其实源头的管理，卖互伊趁钱，卖互伊会上上架，其实搁较重要。是，咱来看吼，其实联合国吼。啊，有做到这个儿童权利公约吼，第34条，缔约国啊吼，虽然咱讲吼无是缔约国啦吼，承诺保护儿童免于所有形式之性剥削与性虐待。为此目的，缔约国应该采取包括国内、双边以及多边措施，以防止下列情事发生。引诱或者是强迫儿童从事非法之性活动、剥削儿童从事迷春以及其他非法之性行为。那么，剥削儿童从事色情表演作为色情之题材。好，联合国伊讲哦，利用 AI 的力量帮助执法单位打击网络儿童性剥削以及性虐待。这哦，在2020年哦，已经 All for Safer Children。这个计划啦，咱讲吼，其实吼，在国际交流，其实咱查了真济，嘛有合作。但是我是想讲吼，这个这个查察吼，这行政也是法律咯，应该要加速这个脚步啦。一看到才会惊啦。但是哦，我来问哦，陈医师哦，到底哦，这个娈童啊，甲这个洛丽塔。恁是安怎在做鉴定？还是讲啊，伊行为上有发生1摆，我就甲算，吼，还是讲伊是累犯3摆，哦，像这法律嘛趣味，你买1摆啊，我甲你行政法，啊，你若第2摆，我才甲你刑事法，啊，咱是安怎来鉴定？我唔知劳力控是安怎讲啦，我讲娈童，恁是爱讲13岁以下有半年老到位有安尼情形就看到半年，是连续半年以上，连续半年，连续就半年。是可能嘛无人可能早伊看到啥物影像有性兴奋，这不算，但有半年有行为不一定是行为就有性兴奋，好，所以有娈童人不一定犯罪，有犯罪的人有照性剥削人不见得恋童。OK， 所以有这个性兴奋，啊有半年以上，是半年以上是频率安怎算？是每礼拜1摆，还是每个月1摆？这就没有很这个无定义，是，这个无定义吼，因为这洛丽塔吼，这个是一个作家啦，叫拿波科夫。啊，写伊家己故事啦，吼，啊，对遮来啦。但是哦，一般的这个观众朋友吼，可能无了解。其实哦，咱周遭的这个朋友吼，后家己是说，其实就发生这种代志真侪呢。恁是安怎来这个，譬如讲来这个帮助这个受害的青少年，安怎来处理伊家己的心情，啊，安怎来做这个认知呢？上重要是，卖讲卖有，别看在别人面不能够检讨或者伤害受害者。然后第一，唔通检讨伊自身呐，是，哦，这头一个，无伊家己会变做讲是我唔对，是这个意思。这头一个，啊，第二个呢？如果可能就然后
让他可以谈相关的心情等等的，然后如果影响到他的生活啊，那在有些时候药物上可以做些处理。哦，这有药物然后帮助。就如果生活上重要还是心理治疗啊，然后避免再度受害。有是讲有跨轨自己有看过的儿少看过类似影像的，他也比较容易成为受害者。哦，医师你的意思说，如果伊若有看过其他的囡仔人二小强性侵害的影片，还是现场看到，伊真容易变做这个被害者。是，看没有？所以头家讲的要避免这样的网站或影片散布，其实真的很重要，对于预防再发生等等的都。这个是什么心理机制？讲伊若有看到，伊真容易变做影片内面迄种人。就是可以我们讲normalize， 就他不再因为有这样的经验，他不再认为这个东西是奇怪的。哦，变成看了啊，这是素常。是，他也来接受，他也在接受，是，他被抵抗。是。哦。对啊，如果自己有被性虐待的，当然也更容易成为在这些性影像的受害者。哦，伊本身就受到性虐待，是，伊嘛有可能真 vulnerable， 是，拄到这种代志。是，啊，这我也是对到，因为今仔请医师来吼，真难得的机会吼。你认为咱社会的集体的心理和教育吼，你头下讲像阿富汗尼斯坦，因有这种处世，这社会气温。过去在历史上嘛有真侪朝代啊，嘛有这种的这个情形。咱即马这个文明的社会，你认为咱应该爱在教育上爱强调什么？除了性平啊，知影敢若啥性平啊尔。咱平常时在生活教育当中要注重什么代志？头下妇女性虐董事有讲真济啦吼，阮以前可能也更重视那个儿童权益，可能不只是性虐待，就任何我们会认为刚提到的身体界限，包括那个从小的那个禁绝体罚，对，那其实这些都对，这嘛有影响的吼。是。哦，所以观众朋友来注意你对待处理，或者是讲别人的囡仔。体罚，这种你唔能看讲啊，这个体罚甲这个代志跟咱无啥关系，其实也有可能引导向行这个方向去安尼。所以我会请教着当事吼，是，咱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教育当中，尤其咱的平常时的中小学的这个教育，甚至高中嘛吼，因为也未成年嘛，这个阶段性，咱会当讲的拢无共款吗？还是讲其实是？一讲再讲，拢共款的代志。你的意思是讲，咱爱安那来教囡仔吼？其实我感觉这都是，我爱先补充一个代志吼。大多主持人讲到吼，咱的节目有真认真准备吼。咱有这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虽然咱毋是联合国的会员，但是我爱先提醒，这个公约已经变做咱台湾的国内化的一部分吼。这已经是有措施、有这实践的，所以其实政府是有责任吼。共同来合作，甲迄个学校、甲家长做伙来保障咱囡仔儿少的权利，吼。政府就应该爱。是啊，你大多讲的其实都是真重要，就是讲咱囡仔伫不同的阶段，伊需要去做引导，甲咱爱对待伊的方式是确实无共嘛，吼。大家拢嘛知影，愈来愈成熟了，你若是有互伊一个很平等的对待，你有好好甲伊讲话，伊会愈来愈成熟，你就会当。愈来愈甲伊用沟通讨论，互伊家己决定的这种风险，迄个空间会当个放大吼。但是一个原则就是大多医生讲的，咱到底是爱用一个真平权，还是用一个真开放的态度，甲伊教讲咱身教的
甲教讲吼，什么代志咱拢有界限，什么代志咱拢好好啊讲，就可以解决问题。也是讲，卡袂着就是。就卡来手来，啊！你若是家己做大人，就是拢安尼。囡仔伊一定去受到影响啊。就像头拄医生讲的，咱可能感觉讲啊，这真世上的代志嘛，逐工拢咧发生。阮爸嘛是看我袂爽就甲我赞，对无？啊，我当然以后我无其他的方法去处理我的情绪，甲处理甲别人的互动，我都用这种方法去对待嘛，吼。啊，所以一个。大原则其实这已经是咱法律的一部分哦。你爱互囡仔有表意的空间，你爱对待伊，甲伊当做一个大人来对待。你爱对伊好好啊讲话，你爱教伊身体甲这个讲话的界限，这拢是一个过程吼。啊，即马就是我爱讲，这毋是干那咱家长的责任哦，这是规个社会的责任吼。咱国家政府伫即个公约以下，拢已经有这个责任啦。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嘛绝对有这个责任吼，所以我伫遮嘛是想要强化，就即个其实是咱的友团呐吼，就是讲现代妇女基金会，伊嘛是有对着即件代志，因有去开一个记者会，因都是强调讲这儿童权利公约的重要，吼，咱拢一直在讲儿童最佳利益吼的 best interest 吼，这我感觉咱爱大家咱爱做伙来落实。这种代志，才有机会真正去防范。是啊，他早吼，当时也讲着，其实政府有这责任嘛，法律就甲你规定啊。咱来看吼，世界各国对儿少性剥削的影响的法则啊，我头甲聊一摆吼，咱来看，内面吼法则上重的都一个美国，哇，你若制作的15年至30年呢？这刑法呢，你若散步的是偌济，5年至20年呢。啊，若是黄子佼吼，我上这上无5年以上，伊人生就去啊。吼，你若持有呢，持有10年以下的徒刑呢，内容是12岁以下儿童徒刑20年以下。哦，你也还有这个比例原则。啊，还有第二届吼，每10年变20年，第二届。掠着安尼，累犯，迄个20年，美国是上重的啦。哦，伊讲被害儿童有保护治疗，哦，而且有3张以上，伊就发了呢，3张以上呢，啊，电脑合成的制造去持有，嘛是叫做犯罪行为呢。所以伊这年代呢，你若用 AI 拢共款意思，这是美国，啊，那英国是10年啦，韩国是7年啦，吼。日本3年啦，咱国是3年至10年啦，啊，并科罚金咯，300万以下的罚金啦，啊，散步是1年至7年啦，但是真罕的，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无破到1年以上嘛，吼，持有嘛，吼，啊，唯独的，吼，嘛是规范来，咱拢写甲敢若袂输人安尼，甲日本比起来，老师你安怎看？你讲，咱啊，干那看这个持有这部分就好啊啦。哈，持有这部分，咱即马去年修法是1年以下嘛，然后影像的部分是1年以下。啊那唔是影像的，就我头拄讲的第1届甲第2届啦。吼，嘿，你来讲安尼看吼，咱比光持有安尼看吼，比日本是差不多啦。哈，是。吼，比起讲像英国啦、美国啦、韩国甚至德国，较是有咱有较低啦。吼，大部分我看的吼。这真用心啦吼，做安尼。我看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吼，普遍拢3年5年啦，吼3年5年啦，吼就单纯持有，唔是迄其他的吼。其他咱吼，即摆吼，咱像制造啦、散播这吼，这刑法吼有够重啦，甲差不多。不过干那这个持有的吼，有较加一点嘛啦。唔过有立委讲吼，发生这个代志嘛，你就爱想办法提升。不过即摆一个问题就是讲，你为1年爱叫我偌悬？叫我偌悬？3年、5年、10年，还是愈悬？吼！我讲，我也感觉讲，这唔是无法度去解决的啦。因为你不管你吼，你讲若要10年吼，你即马就要面临一个矛盾啊吼，制作甲3到10年呢。你若有甲像美国共款吼，持有的10年吼，哇！你制作的都上悬嘛，甲10年，佮干那单纯持有的安怎？哪一个恶性比较重？应该是制作的啊，所以讲你就要变成讲吼，你若持有，你家己叫甲10年的时阵，你制造要往上拉哦，
就有无止境啊，你听有无？所以讲吼，我讲你哎呀，一年以下哦，开始有我是感觉比较合理的5年啦，吼，加就5年啦。啊，不过这不是问题解决啦。他拄啊哦，主持人咧讲迄下架的问题、源头的问题嘛。啊，咱即马老实讲，就是咧源头的问题，你这个制度要咱去设计嘛。我就知影讲，真侪 IP 拢伫中国。对，即摆问题就是遮。虽然讲吼，这几年吼，咱是讲啦，发博嘛真努力啦，吼，甲世界这个讲个别去吼，因为咱即摆就是国际地位的现状嘛。啊，无法度吼，正式去签一个刑事司法互助的条约嘛。啊，所以讲吼，就个别突破啦。去做一个协议啦，吼，甲欧洲。啊，毋过吼，签遮侪国家吼，啊，就是安怎？啊，即马大部分的 IP 都是伫咧对话嘛，咱无法度否认这一点嘛。啊，即马两岸的现实就是这样，就即届吼，像黄子佼，伊就是伫就是咧 IP 对话，对啊，吼，啊，老实讲，大部分拢是伫遐嘛。啊，即马问题是讲，2012年以后，咱咧两岸共打协议安怎？啊，就等于都冰冷冻期啊，冰咧遮，啊，你都真正无法度啊，啊，所以讲吼，咱吼，即摆一个问题来讲，即个现实的问题，啊，要安怎解决？尤其是对方即个问题，你即个政治气氛若无变，啊，即个情况就是安尼，吼，啊，过来就是国内，就是讲他拄仔一直讨论讲下架的问题，吼，我讲这都是两难啦。去年修法吼，伊针对业者以外，伊主管机关嘛是要求下架，啊，毋过吼，为什么？咱的部长薛仁伊讲吼，这可能有困难吼，因为安怎？我就讲收粗嘛。你即马吼，若要叫伊下架，啊，你要安去界定什么叫做儿少性影像？前几个月大家有印象，卫福部有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吼有一个游戏公司吧，伊做一个游戏，啊，就是内面的迄个，就是有啥性虐待，啊，针对就是18岁以下的。有无？吼，大家有印象有即个嘛？啊，卫福部迄阵啊，可能有考虑讲，我是不是利用这条，我来要求伊下架嘛，对不对？啊，毋过开始就有一寡业者就开始反映啊，讲这都敢若游戏尔，明白无？啊，游戏后来是大家那讲暂时就不。意思就讲你做出来个跌车个拍落就可能啊。啊，所以讲你看这个图吼。韩国这吼有无？伊吼包括合成跟漫画创作嘛，伫咧规范范围哦。是咯。即摆问题来啊！咱台湾咧，因为即摆 AI 生成吼，愈来愈进步，你若讲吼传统的迄种对儿少的性游戏养成游戏吼，性爱的游戏，你讲看就是漫画，迄都是卡通，迄可能拟真性无悬，可能咱看。毋过吼，若是讲即摆 AI 生成咧，迄个有当时甲真人怎样？一模一样啊！要安怎处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不是讲是肉体，真正的肉体，还是真人实体，这是就是伊造成一个心理事实啊。这就是一个心理事实啊！伊这裂开是一个心理事实啊，这应该就爱采取的行动，甲社会伦理、甲气氛，应该做综合的。所以讲吼，若是安尼讲哦，咱若要即届若真正讲要个修法的时阵，这可能爱好好去定义哦，袂使像即马遮粗啦，遮粗的时阵，你就一定有问题啦。有啊。其实迄阵咱都是真紧就要修法通过啦，因为迄阵其实伫咧选举啦，所以的确很多法规很粗啦。我就感觉讲，阮迄阵有要求讲，卫福部啊、数位发展部应该好好来讨论，所以迄阵你个摩登剑法，迄阵有真侪那个决议就讲，来讨论下面所在规范到哪个部分自律的部分按怎走，下架，来协助。其实迄阵咱有要求讲maybe 可能半年还是1年以后应该来检讨讲安怎。定修这个法律会较完整，但是唔知即马做到安怎，我看到卫福部嘛无特别出来讲。所以我是干嘛讲？其实现在刚好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应该回头来看，当时我们要求应该要做的这些讨论，是不是有做？那才有办法进一步讨论说修法应该怎么修，还有包括媒体的自律、平台业者的自律、影片怎么下架、儿少的部分怎么保护，能不能更进一步？那如果过去半年都没有做这个功课，现在修法。可能也会变得比较空泛，只有讨论加重刑期这件事情而已。我相信妇女新知也好，还是现代妇女基金会，应该会当集合众人的智慧吼，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政府有一个压力啦。我上后尾有这个机会，互当初来讲吼。是。咱上后尾，咱这个修法的这个方向乃至到咱的 NGO 团体吼，咱应该爱来组织起来，爱来做这项代志。
那么呼吁政府要继续来做嘛，吼，当时是，其实咱是该努力啦。其实还有一个数位女力联盟吼，其实因是拉主起啊，咱遮的妇女团体大家拢是做伙。其实即摆的问题就是讲，咱若拢有去开会哦，啊，委员嘛是有一直讲哦，讲咱爱注意来做遮的哦，你袂当规定遐粗，因为法律上，法律是一回事，伊会授权予行政机关。伊就踢来踢去啊。伊就踢来踢去，我感觉嘛毋是，咱毋通安尼讲政府啦。我意思讲，大家即摆即种代志的困难，就是讲，伊一方面是实践上的困难，吼，这个实践上的困难有一个跨境性的问题，就像大多教授讲的，一直外讲。第二是有一个科技性的问题，就像伊是设计一个真专业。啊，所以直接咱的行政官僚其实伊的专业都唔是伫遮，咱必须去讲。所以大多在讲爱处理一个专家学者跟这个独立委员会，这是重要，一定要大家做伙来。